今日用3分鐘教你點填新加坡入境卡啦。以前入境呢係要手填呢張卡嘅，但係喺2020年就停用咗啦，轉咗做網上填。基本上所有人入境都要填嘅，同時亦要申報健康狀況，準備定 passport 同埋行程資料跟住填就得噶啦。記住喺到埗前3日內遞交就 OK 噶啦。去返 ICA 網站或者 download app 都得，填入境卡唔使錢噶，唔好俾人呃啊！而家就 demo 一次點入啦，揀 Foreign Visitor， 然後揀到埗日子，入返你個全名，跟住就 passport number、passport 到期日，然後就性別，跟住就出生日期、國籍、出生地、居住地，跟住 email 唔好入錯喎，因為最後會用 email send 返個通知俾你㗎。聯絡電話，有冇用唔同名嘅 passport 入過新加坡啦？健康申報呢，就係問你有冇唔舒服啊，有冇出疹啊，最近有冇去過非洲或者南美呢啲國家啊？跟住到第2頁呢，就會問你行程資料嘅，你就要準備定機票同埋酒店嘅資料啦。佢會問你喺邊個城市出境啦，旅遊目的啦。你係透過海陸空邊樣方法入境啦？如果你揀飛機，佢就會問你係客機啊、私人機啊定貨機啊，同埋航班號碼嘅。嚟到新加坡，你會住酒店定係民居呢？如果住酒店呢，就入酒店名啦，但係民居呢，就要報地址啦。然後就係離境日期，下一個入境城市。去到第3頁呢，就係 review 返自己有冇入錯資料啦。如果完全冇問題 ，OK 晒呢，就喺最低個格仔嗰度剔一剔，然後可以去下一頁啦。最後入埋驗證碼就完成㗎啦。跟住 ICA 好快會 send 返 email 俾你，記住 save 低萬一過關時用啊。想知更加多新加坡旅遊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啊。